俗话说得好，活到老，学到老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看看努力向学的客家乡亲们。这就在苗栗公馆的学习中心里，有一群人，他们非常的努力。他们在学习的是客家谚语，还有俚语。虽然平均年纪都超过了60岁，但是他们说，一定要把老祖宗的智慧传承下去。苗栗公馆悠闲的乡下小镇，黑夜登场之后，读书声打破宁静。最后乾坤泰，福州日月长，万事妙一天，福生孔子梦。这里是公馆学习中心，也是公馆延续客家文化的摇篮。阳天万天，日色一生，太下千间，亚民百差。跟着老师一字一句大声朗读，他们希望能够牢牢记住老祖宗留下来的生活智慧。现在我们是希望说，透过这种课程，让一般人都能了解一下，不然的话，你完全人家讲的一般的俗谚，你听不懂。大家读的课本不是艰深的古文，而是贴近传统客庄的生活经验。用轻松聊天的方式讨论过往的客庄点滴。家婆，一路买路，呀，花来不是糖果。家婆呀家。你一言我一语，天南地北的聊天，连桌上的点心也可以成为主角。家肚脐病啦，有个好吧，肚脐病。你边也不卡做了，那也算肚脐呢。每个人都打破砂锅问到底，所以老师徐焕生说，在学习中心跟这些耆老聊天，教学相长，收获满行囊。这里头有人生哲理的句子，然后再透过每一位学员不同的人生经历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中的一个经验。客家的师傅话，还有一些词汇，一些风俗民情。专心做笔记，就是希望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也能一代传一代。像我这种年纪5年级生，这种古文我们根本就没有学过，所以我对这个古文有一种好奇心。米粒嘅课程哈，係對我哋客家文化傳承可能有多少也有幫助啦。學生平均年紀超過50歲，不過大家拿起書本，保留文化，也要活到老，學到老。50歲的學生念着老祖宗的智慧，在生活當中點滴體現。當朗朗讀書聲飄揚，夜幕裡的公館鄉有着不老的感動時刻。